你係咪覺得2026年上半年成個人好似俾人攬住嚟打咁，做乜都唔順，想揾翻啖氣都難過登天？朝早起身冇精神，好似成晚冇瞓過咁。返工俾老細捽到暈，做錯少少嘢就俾人放大嚟鬧。放工返到屋企又同屋企人嗌交，為咗啲雞毛蒜皮嘅事就嘈到拆天，借咗出去嘅錢仲收唔返，諗起都把幾火，心入面嗰團火爆到你想死，但又冇處發泄。個人好似困獸鬥咁，想揾條出路都揾唔到。你企定定喺度，唔好嘈，深呼吸，聽清楚我講嘅每一個字。由你聽到我把聲呢一秒開始，你過去半年所有嘅衰運晦氣一筆勾銷，係一筆勾銷，好似洗白白咁沖走晒，乾乾淨淨，好似從來冇出現過一樣。你唔使再回望過去，因為未來已經為你打開咗失線大門。點解我可以咁肯定同你講？因為踏入龍獅7月立秋呢一刻，2026年下半年正式開局，成個天地氣場即刻大洗牌。你知唔知上半年丙午馬年火氣衝到頂，丙火係陽火，午火係烈火，雙火搭加，熱到你暈，好似將你放喺個火爐上面烤咁。你手頭嗰啲財氣都俾把火燒住，好似啲錢放喺太陽底下曬住咁，好快蒸發，搞到好多人左手入右手出。儲極都取唔到錢，甚至連生活費都掹掹緊，月尾未到已經乾塘。但入咗秋之後，金氣正式入場。秋天屬金，金代表肅殺，亦代表財富嘅收成，好似農夫喺秋天收割國嘅麥咁。你之前辛苦種落嘅，因呢個時候開始結果，跟住落到冬天，水氣又跟上。水代表智慧同流通，火金相濟，水火既濟，呢個係10年都難得一遇嘅翻身時機，好似一個人喺沙漠行到渴，突然見到綠洲咁。你話係咪要把握呢種氣場嘅轉變？唔係年年都有，今年係特別強烈，因為天干地支嘅組合形成咗一個罕見嘅格局，錯過咗就要再等10年。想即刻同下半年呢股旺氣結埋緣，即刻打開評論區同我打出接財接福呢4個大字先，圖翻個好意頭，等呢股氣早啲埋你身。你唔好睇少呢4個字，文字本身就係能量，你打出嚟嘅嗰一刻就係同宇宙下訂單，同天地氣場接通，等好運可以更快更直接咁流入你嘅命宮。好多朋友試過打完之後唔使1個禮拜就見到效果，你仲等乜嘢？而家我就即刻同你講，下半年第一個逆襲翻身嘅生肖，生肖狗屬狗嘅朋友，你哋上半年真係捱得好辛苦。我知你哋天生就係太善良太重義氣，係12生肖入面最忠心耿耿嘅一群，對朋友兩教插刀，對家人無微不至，喺屋企永遠都係做得最多捱得最多嗰個，出到去做嘢又對拍檔掏心掏肺，又鑊自己冧，有功勞就分俾人，結果換嚟嘅係乜嘢？俾人篤晒背脊，啲人當你所有付出係理所當然，仲要因為你心軟借錢俾人，搞到自己失眠脾氣暴躁，成日一個人孤軍作戰，冇人明白你，連最親嘅人都未必體諒你。你內心嗰種委屈我完全明白，因為我見過太多屬狗嘅客人同我傾訴，個個都喊住口講。但係下半年開始，你哋屬狗嘅命局出現咗一個重大轉機，五戌半合火土局，即係話太歲親自出手幫你一把。你命宮同時飛入2粒吉星，一粒係紫微，呢粒係帝星，係眾星之首，主貴人提樓重用，代表你會遇到一個有權有勢嘅人物，好似皇帝身邊嘅大臣咁，扶你上位，帶你進入一個全新嘅階層。另一粒係龍德，主逢凶化吉，招財納福，就算遇到困難都會有人幫你擋開，化險為夷，好似有個隱形嘅守護神，跟住你呢2粒星一齊發力，力量非同小可，好似2把火箭同時點火，推你衝上雲霄，直達天際。今年重點要留意嘅2個年份係勒狗柒立年出世，今年56歲嘅朋友，同埋勒狗82年出世，今年44歲嘅朋友，你哋今次嘅轉運力度係最勁嘅，因為你哋嘅命宮同流年太歲形成最強嘅呼應，吉星嘅光芒直接照入你哋嘅命盤，爆發嘅高峰期就落喺龍娃8月、9月同10月呢3個月。呢段時間你哋貴人運會旺到不得了，行出行入都會遇到幫你嘅人，好似成個世界都就晒你咁。以前卡咗好耐嘅合約，又或者一直追唔返嘅欠款，會突然間出現轉機，可能對方突然主動聯絡你，又或者有中間人幫你講好說話，總之就係順風順水。
打工嘅朋友好大機會升職加薪，又或者俾人高薪挖角過檔，人工隨時跳1倍，做到你唔信做生意嘅。以前套牢咗嘅物業會解返套，資金回籠又可以再投資，周轉靈活好多。仲有屋企啲仔女都會忽然間變得懂事，有出息，俾翻心機你讀書成績進步，或者揾到好工，等你少咗一份牽掛，成個家庭氣氛都和藹咗。不過我要提你一句，屬狗嘅死穴就係耳仔軟呢3個字。下半年你開始行運，身邊就會有啲笑面虎出現，對你笑口噬噬，約你飲茶食飯，慢慢埋手，叫你借錢，叫你做擔保。你千祈要謹記一句，財不露眼，唔好一有錢就周圍同人講，更加唔好心軟就簽名擔保，否則你啱啱到手嘅財氣就會好似水咁流走，仲要惹埋一身蟻，到時喊都冇眼淚。想加強呢股旺氣，我教翻你哋一個屬狗專屬嘅風水佈局，特別係西撈3月6號到8月8號出世嘅熱命人，效果最強。因為熱命人本身火氣重，需要金水嚟平衡。呢個局就係為你哋度身訂造。你聽日一早起身，即刻去檢查你間廚房同飯廳，睇下有冇缺角嘅碗、爛咗嘅碟，又或者用開好耐底部已經燒到穿窿嘅舊鑊，見到即刻掉晒佢。因為破碗代表破你飯碗，爛鑊筆就代表流晒你啲財。呢啲嘢擺喺度，就好似喺你財富喪咗個窿，啲錢一路漏你都唔知。清理完之後，你喺屋企正北方，即係今年2026嘅偏財位，擺一杯清水入面放6個銅錢，又或者1毫子硬幣都得。用呢種6白生水化火局嘅方法，幫你退小人順財源，等啲錢財可以平穩咁流入你口袋，唔會再無端端流失。屬狗嘅朋友即刻喺評論區打出苦盡甘來貴人帶財呢7個字，將呢股旺氣實實在在咁接落嚟。想唔想知埋下半年仲有另外2個爆發力最強嘅逆插生肖，會唔會就係你，又或者係你屋企嘅至親？即刻撳低訂閱，仲要記得開埋旁邊嗰個小核燈，咁樣先可以第一時間貼緊我最新嘅轉運機密，好運自然跟埋嚟到你身邊。我嘅頻道專門講呢啲風水命理嘅真實個案，唔係吹水，全部有根有據。我師傅傳落嚟嘅智慧，絕對唔會呃你。講到第2個逆襲翻身嘅生肖，就係生肖虎屬虎嘅朋友。你哋上半年真係捱得幾辛苦，呢個叫做虎落平陽被犬欺。你哋本身做嘢爽快有霸氣，天生就係話事人格局。但上半年偏偏跌落一個迷宮，入面做生意唔上唔落，想擴大又唔敢，想縮又唔甘一心，打工又俾人打壓晒氣。明明你做嘅嘢最多功勞，卻俾人搶走，經濟壓力搞到成頭家都跟住你一齊脾氣火爆，同枕邊人嗌嘈，瞓都瞓唔好，連帶埋自己肝膽都出埋事，皮膚敏感又發作，成日覺得周身唔聚財，做乜都提唔起勁。但係下半年一到，你哋嘅命局出現一個人午半合火局，木生火，你哋本身屬木，呢一團火由今日開始星火燎原，蓄勢一飛，衝天好似沉睡嘅猛虎突然醒咗，咆哮一聲震動山林，所有阻礙你嘅嘢都會被呢團火燒清光命宮，同時飛入2粒重磅吉星，三台同將星3台星，主科甲功名代表你嘅才華會被賞識，你嘅努力終於有人睇到。將星就主權力同領導力，呢2粒星一齊發力，主嘅就係重奪主導權。由今日開始，你哋就係職場、商場入面嘅話事人，冇人可以再騎住你。今年重點留意嘅2個年份係1962年出世，今年64歲嘅朋友，同埋1974年出世，今年52歲嘅朋友。呢2批朋友今次轉運力度最強，因為你哋嘅流年大運同將星形成最強呼應。權力同財富會同時降臨，爆發嘅高峰期就落喺龍鬧7月立秋之後。你會發現大客戶主動揾你簽約，生意額分分鐘直情翻倍，做到你唔夠人手，要請多幾個人幫手。打工嘅朋友、老闆同高層會特別賞識你，俾你獨當一面嘅機會，年終分紅創翻新高，笑到你合唔埋口，連你嘅偏財眼光都會變得異常之準。無論係股票定物業買賣，都會大賺一筆，好似有神助咁。你買乜升乜，運氣好到你唔信。不過我要話你知，屬虎嘅死穴就係脾氣急爆得意數張呢8個字。我哋風水學入面有句說話叫做伴侶，即係你嘅財星。你喺屋企成日發脾氣、拍台拍凳，其實就係喺度吹散緊你自己嘅財氣。
你對伴侶惡就等於對住自己嘅財神惡。你想唔想財神走？梗係唔想。所以想真正守住呢筆財，你第一件要做嘅事就係收散翻你嗰團火，對你嘅伴侶溫和啲，多啲關心，多啲讚美，等佢開心，你嘅財運自然會順。呢個係千古不變嘅道理。想加強呢股虎威旺氣，我教翻你哋一個屬虎專屬嘅風水佈局，尤其係西龍8月8號到下年3月6號出世嘅寒命人效果最勁，因為寒命人需要火嚟暖命。呢個局就係幫你點火，你先去清理屋企正東同東南方呢兩個方位屬木，睇下有冇雜物，又或者帶刺嘅仙人掌之類，見到即刻清走。因為帶刺嘅植物會產生煞氣，影響你嘅貴人運，等你成日得罪人。清理完之後，你喺客廳或者辦公室嘅東南方擺一盆宜大又茂盛嘅植物，例如發財樹或者綠蘿都得。樹上面掛一個紅色中國結，又或者掛9個小紅包。用呢種木火通明嘅催財局，幫你將今次嘅旺氣火速催谷埋去，等佢快啲應驗，唔使等太耐。屬虎嘅朋友，拿出你哋本身嗰種霸氣，即刻喺評論區打出橫財就手大殺四方呢8個字。跟住落嚟，第3個逆襲翻身嘅生肖就係生肖猴屬猴嘅朋友，你哋一直都係有志難伸嗰種苦況，你哋腦筋轉得最快最靈活，鬼主意一個接一個，天生就係撞劍家嘅材料。但偏偏成個人俾困喺個籠入面，身邊少人制道理，成日拖你後腿，你想做嘅嘢永遠有人阻攔，屋企啲開支又大，搞到入不敷支，你有縮心無力，成日覺得自己懷才不遇，夜晚諗起都瞓唔着。下半年一到，你哋嘅命格正式解鎖，飛入一粒重磅吉星，叫做催馬星。我哋老一輩玄學有句話叫做馬奔財香，發如猛虎。意思即係你越屈得多，越走得動，就發得越大財，而且屬於嗰種悶聲發大財嘅命，唔使周圍嗌錢，自己會埋嚟。你愈低調，啲錢愈中意你，愈黐你。今年要留意嘅2個年份係1968年出世，今年58歲嘅朋友，同埋1980年出世，今年16歲嘅朋友。呢2個年紀嘅屬猴朋友，催馬星嘅力量最強，轉運最明顯。因為你哋嘅命盤同流年形成咗一個馬奔財香嘅格局，下半年你哋嘅財運係跨界生財，動中生財，即係話你越肯出去賭錢，就越易埋你身。所以呢排你哋特別適合出差，去外地開拓生意，又或者做網售做物流。你會發現外幣訂單好似落雪咁，一單接一單咁埋嚟，做到你手軟，數錢數到手抽筋。屋企有退休長輩嘅，亦都要多啲去旅行。多啲同朋友聚會，好大機會喺席間聽到嗰啲高價值嘅投資消息，賺到一筆可觀嘅收入，夠你食幾年。不過催馬星動得多，亦都容易有意外磕碰，又或者無端端破財。呢度我教翻你一個化解方法，叫做歡喜破財。你可以喺農曆7、8月呢段期間，主動去花錢買啲保值嘅金條，買隻靚碌，又或者帶埋屋企人去旅行，用呢種主動嘅應破財方法。提早將啲小破財消化晒，等佢唔會變成大破財。呢個叫做破財等災。仲有你都可以去診所抽次血體檢，又或者去洗次牙，用少量嘅出血去應翻個血光劫，咁樣就可以順利咁避開意外，平安度過。呢個係古老嘅智慧，好使得。想加強呢股催馬旺氣，你可以清理翻大門口同玄關嘅位置，換一盞光猛暖色嘅燈，長開唔好熄。保持門口光明，等財神遠遠就見到你間屋。然後喺大門入面嗰張地堤底下壓翻8枚硬幣，用呢種步步踩金嘅佈局，等你行出行入都踩住財氣，每一腳都帶住金錢嘅能量。你行得越多，錢就越多。屬猴嘅朋友，快啲喺評論區打出動中生財，步步踩金呢8個字。講到呢度，唔只得屬狗、屬虎、屬猴嘅朋友先至有着數，即使你唔係呢3個生肖一樣有份。我而家就教翻你哋一套全民通用嘅3步轉運招財秘術，你聽日翻到屋企即刻可以照住做，唔使等，唔使求人，自己動手豐衣足食。第一步，你要即刻清走屋企入面嘅3大破財物件。第一樣，你去客廳同睡房睇下有冇枯黃發出嘅植物花位，呢啲已經鐵底死咗嘅死氣，唔好再擺喺屋企，即刻掉，因為枯花代表衰氣。會影響你嘅健康同財運，等你做乜都唔信。第二樣，你打開你個雪櫃同櫥櫃，睇下有冇過咗期嘅食物發晒臭味嘅調味料，
又或者缺角破碗爛碟。你要知道，雪櫃喺現代嚟講，就等於你哋屋企嘅財富。雪櫃入面發晒臭，即係代表你個財富已經爛咗，即刻清走佢，保持雪櫃乾淨整齊，仲要定時補充新鮮食物，等財富常滿。第三樣，你去睇客床底同衣櫃頂有冇成年都冇執過，積埋厚厚一層灰塵嘅舊衫雜物。床底唔通，即係代表你成日背負住重擔，好難翻身。呢啲一樣要清走佢，等氣流可以暢通，運氣自然會順，成個人會覺得輕鬆好多。第二步，你要催旺2026年嘅九宮飛星財位。正東方係今年嘅八白左數星，即係正財位。你可以喺呢個方位擺一個乾淨嘅陶瓷或者紫砂聚寶盤，又或者一個茶十入面放8枚硬幣，又或者一隻金錢龜。用呢種土金相生嘅佈局幫你保住份工，穩定正財，慢慢咁增節。每個月出糧都準時，仲有得加，唔使又柴又米正北方。就係今年嘅6白武曲星主編財位。你可以喺呢個位擺一杯乾淨嘅水，水入面放一件金屬擺件，例如銅龍龜或者銅貔貅都得。用呢種金水相生嘅方法幫你催旺橫財同貴人運，等你有意外驚喜，例如中獎或者收翻舊債。第三步就係打造你隨身嘅貼身小財富，即係你個銀包。你而家即刻攞出你個銀包睇下，如果已經殘殘舊舊爛晒邊，即刻換過一個新嘅假銀包，最好揀正方形或者長方形。代表規矩同穩定。顏色方面，黑色、深咖啡色、金色都幾好，代表沉穩同貴氣。但切忌用大紅色，因為紅色代表火，火燒財門，好易散財。到時你錢銀周轉唔靈就喊都冇謂。仲有，你要清晒銀包入面啲廢紙同收據，啲銀紙就按面額大小方向一致咁整齊咁擺好。呢個動作代表緊你尊重你自己嘅財富，你尊重佢，佢自然留低，同你唔會隨便流走。呢個係好重要嘅細節，好多人都忽略咗。2026下半年呢個大轉變係老天爺俾翻一次機會，等所有人都可以調成翻節奏，重新出發。我哋玄學一直都講求施比受更有福，呢5個字你睇完呢條片，千祈唔好自私自利，淨係自己一個人知，即刻撳低分享掣，將呢條片轉發去你屋企個家族群組，又或者直接 send 過好你身邊屬狗、屬虎、屬猴嘅親朋好友，你幫佢哋順順利利咁行埋呢段運，上天自然會雙倍甚至10倍咁回報翻俾你同你嘅下一代，為你成個家族累積落深厚嘅陰德，等你哋代代都有福氣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集內容講得通透實用，即刻撳低下面嘅訂閱掣，同埋開啟旁邊個小粒燈，咁樣下半年每一個節氣交接，我都會第一時間通知翻你，等你永遠行先人一步，唔會錯過任何一個轉運嘅機會。仲有，請大家而家就用誠心喺評論區打出接財接福、順風順水、家宅平安呢12個大字，再加埋你同你屋企人嘅生肖，我會喺後台為每一位認真留言嘅朋友逐個咁點讚加持，送上我嘅祝福，祝大家下半年豬籠入水，一本萬利，唐家富貴，仔女聽話，夫妻恩愛，老少平安，橫財就手，萬事勝意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，到時有更多精彩內容等你哋記得準時收睇。